大家好，我係 J 佬，咁好高興今次可以參加Key Theatre 嘅話劇演出啦。我之前咧都有參與佢嘅唔同嘅演出嘅，包括之前有七宗罪餐啦，都再之前同喺彩龍酒樓亦都參加過一個美味飄飄嘅話劇演出嘅。咁我嘅背景咧就曾經喺美國讀表演，喺美國亦都有一啲話劇啊，或者微電影咁嘅演出嘅。諗翻上次咧喺彩龍大酒樓做嗰個美味飄飄嘅演出咧，雖然都係餐廳，不過咧佢有個舞池嘅，嚴格嚟講都係同觀眾係有一段距離。但今次咧呢個演出咧係喺佢哋嘅台與台之間，即係觀眾台與台之間嘅演出。作為一個演員咧，我覺得係比較震撼嘅，因為佢就喺你嘅身嘅下面，即係你做啲咩，佢就喺你下面咁望上望到你咁樣，喺360度環迴立體聲咁望住。無論你講嘢啦，或者個站台啦，都要好小心去處理咯。你對今次嘅劇本啊、故事角色啊，有冇啲咩特別嘅感覺？今次咧係我第一次要做 A、B cast 同一時間。都要去參與個演出嘅，我都會有兩位cast A 同 cast B 都有兩位嘅女主角啦，我需要去做拍檔啦。而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幾大挑戰嚟嘅，因為佢哋每個人佢兩個都有唔同嘅性格啦，所以佢哋參考嘅角色上面同我拍檔咁呢一方面咧我都要用唔同嘅角度、唔同嘅方法去同佢哋合作嘅。我呢個導演阿 Key 咧就攞咗梁朝偉嗰套《流氓醫生》嚟做藍本，咁啊叫我參考裏面其中一個角色，同埋咧喺角色去分析角色上面咧，佢都用咗呢個九型人格咁去做一個參考，咁我可以透過分析用九型人格分析咧，咁可以令到我去更容易去切合應該點樣去演繹呢個角色咁樣咯。雖然咧啲觀眾咧都喺我身邊啦、隔離啦，但係我演出嗰陣時咧，盡量唔同佢哋交流嘅，因為我嗰份劇本或者個角色係唔需要同佢哋有交流，或者我個角色咧係唔需要同觀眾交流嘅。喺一啲相識嘅觀眾，即係我識得嘅觀眾裏面，喺佢哋面前俾人冚一巴，有啲肢體接觸咧，聽咁講啊，咁係比較少少尷尬，或者我自己都比較震撼啦，喺佢面前，佢有呢啲咁嘅同其他對手有肢體動作咁樣嚇。因為呢個劇目咧喺呢個餐廳裏面咧，所以好多時候點樣去展現環境啦，或者即係做戲嗰個演出嗰個環境咧，係好緊要，即係亦都好靠無論音樂啊、道具啊、服裝啊、造型設計啊，咁啊令到啲觀眾去投入我哋呢套劇目所帶出嗰個背景或者一個故事性咧，我覺得佢哋係勞苦功高嘅。如果淨係靠幾個演員講對白咧，嗰啲絕對係即係做唔到個效果咯。我相信好期待嗰次嘅演出啦，因為係今個演出嘅一個延續啦。咁好多故事喺呢一集未解決嘅問題，咁喺第二集都會解決到噶啦。咁我希望好期待嗰份劇本完成咗之後，我可以睇到究竟嗰幾個角色究竟係點樣去處理佢哋唔同嘅問題咧？咁樣我都幾期待嘅。快啲買飛啊！